日嘅評審係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雙碩士學位，香港教育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檢定教員資深朗誦訓練教育者，尋大學朗誦冠軍及最佳藝術表演獎。任教期間，今獲傑出導師培訓獎項，擔任全港朗誦賽事大會評審團顧問，大會專業評審黃小娟老師。呢場比賽即將開始，所有參賽者會於後台等候出場，每隊只能。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係黃老師。今日呢，最細嘅小朋友有3歲，最大嘅小朋友呢都係小學生啫。咁今日有幾多個小朋友係第一次踏上舞台㗎？請舉手。好，我哋俾熱烈嘅掌聲俾呢啲嘅小朋友。無論係第一次或者已經踏上舞台好多次都好，我哋都要記住呢啲嘅比賽活動其實係讓大家聚首一堂嚟參與一場文學嘅盛宴。參與朗誦活動呢，係讓我哋去認識更多嘅作品，透過詩歌、故事，甚至自己創作嘅作品，其實仲有好多，包括寓言故事、繪本故事。其實以往嘅文學家為我哋流露咗好多嘅珍貴嘅營養，係俾我哋嘅心靈嘅。今日嘅小朋友呢，用自己嘅聲音去表達呢啲文化俾我哋嘅養分。詩歌呢，可能係好短，但係佢帶嚟嘅啟蒙係可以好大嘅。喺呢個 AI 時代，我哋嘅小朋友未來呢，係更加需要有生命力、有感染力，係真真正正作為一個生命，係能夠用語言、用心靈、用文字去表達自己嘅所思所想，而且能夠觸動人心。今日我哋嘅現場呢，係實體嘅比賽嚟嘅，大家呢能夠呢係真誠感染眼睛、聲音，運用我哋嘅五感去表達我哋嘅心意，去傳送俾在座嘅每一個人。呢個喺 AI 時代呢係更加之難得，亦都係我哋呢造就小朋友未來嘅獨特性嘅好重要嘅培訓嚟嘅。首先喺技巧方面，我呢就好想俾一啲意見呢，各位嘅小朋友喺咬字同埋停頓方面呢，可以慢慢嚟。無論你嘅口型啦，以至聲音、斷句，都可以呢緩緩咁樣將詩歌表達出嚟。喺呢啲嘅停頓裏邊呢，其實係有一啲情感嘅變化嘅時刻喺中間嘅。咁呢啲無論係家長或者老師去培訓學員嘅時候呢，可以多啲留意。而古詩嘅格律呢，係有特定嘅格律嘅，咁所以我哋練嘅時候呢，就要更加注意佢嗰個格律嘅斷句，同埋呢喺咩時候應該呢係打破嗰個格律，去提升呢首詩嘅創造力，去達到呢一種小朋友同埋嗰個詩歌係有一種情感嘅連結嘅。另外咧，喺呢個嘅 AI 時代，亦都想表達咧，小朋友而家最珍貴嘅咧，就係佢哋嘅感官啦。佢哋眼睛所見到嘅，佢哋對手所摸到嘅，佢哋心裏邊所感受到嘅，都成為佢哋嘅養分。咁咧，偉大嘅教育家史泰納就話啦，佢建議咧小朋友14歲前咧，喺佢哋發展思考期階段咧，先去使用咧電子產品嘅。雖然而家咧係非常之困難，但係呢一個咧係無論係家長同埋老師
都除咗喺要做網上作業之外咧，盡量俾佢哋多啲去接觸真正嘅大自然，真正嘅人物嘅關係對話，真正嘅對事物嘅觀察，勞動者嘅肌肉，勞動者嘅説話，一個植物嘅線條，一隻動物嘅動態，或者一個感動你心靈嘅片刻，呢一啲都係好重要嘅，無論係説話或者未來佢哋行到去演說，甚至係寫作嘅素材。咁呢一啲嘅素材咧，係需要我哋作為家長、作為老師去保護小朋友，去獲得呢啲素材，成為佢哋心靈嘅滋養，成為佢哋日後嘅禮物㗎。咁如果相反，如果我哋唔咁樣去保護佢哋咧，咁會點咧？可能小朋友只係談論技巧，喺乜嘢步驟嘅時候，老師話大聲佢就大聲，老師話斷句佢就斷句，老師話呢一部分要笑佢就笑，佢小朋友就會淪為係一種嘅表演嘅工具。呢一個係我哋喺 AI 時代咧，係更加需要去捍衛、去保護佢哋嘅心靈發展，同埋造就佢哋嘅獨特性㗎。今次嘅比賽咧，大家嘅表現咧都非常之優秀嘅。首先再一次俾掌聲你哋自己先。朗誦嘅詩歌咧有短有長，短嘅詩歌咧，我哋咧要更加注重咧去點樣表達嗰個詩歌嘅核心，喺好短嘅時間咧就可以將個情緒表達出嚟。而喺後半部分咧，同學仔咧有嘗試去創作自己嘅故仔喎，我係特別欣賞呢啲嘅小朋友㗎，因為咧創作故事咧一啲都唔簡單，佢有起承轉合，又有人物關係，亦都有人物嘅唔同嘅情緒變化。咁其中一啲小朋友咧，我發現佢哋嘅共通點咧，都係好中意去表達咧，去喺故事裏邊嘅人物咧，去幫助別人嘅喎。而呢個立意咧係深刻同埋有意義㗎。另外，亦都有小朋友咧嘅故事咧，係表達到咧香港嘅一啲嘅文化情懷。咁呢一啲咧都係好有文化價值㗎。咁呢一啲咧選材方面咧，家長咧同埋老師方面，可以幫小朋友去篩選一啲優秀嘅立意，讓佢哋唔單止喺作品裏邊去表達情緒，亦都有更深刻嘅心意可以帶俾觀眾嘅。最後，作為一位嘅文學中文老師，我希望大家可以以美麗嘅文學作品展開以後的美麗的真善美之旅。多謝大家。評判請留步啦！評判請留步，係啦，因為評判係我哋嘅頒獎嘉賓嚟嘅。首先啦，好多謝評判老師咁寶貴同埋專業嘅意見。咁我哋依家咧就即刻進行頒獎儀式啦。咁有請咧。